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内政部消防署补助到县市政府汰换车龄超过20档的消防车。这个台中市是补助到6台，即天来举办到交车的典礼，其中有一台分推车，讲爱3000多万，会当省50美元，对像这个城中城大火救援真有帮助。 老热开场，这是消防车交车典礼。消防署长带来中央的致婚大礼，就是要来换台中6台车龄超过20年的消防车，经费1亿2600多万。每一摆换这么侪台消防车，会使讲是几啊10年以来的头一摆。投注了12亿4千万，为全国的超过20年的老旧消防车一次性的补助，我们能够尽快的来提供救援的一个效能，帮助地方提升消防救灾效能。台中市这摆得到1台50公尺的分推车，1台30公尺的分推车，3台水上消防车，阁有1台化学消防车。其中30公尺和50公尺的分推车，对都市大楼的救灾真有帮助。 水箱车、化学车目前都是最新规格，因为这个地方现在面临7期、5期、8期，所以帮助是特别大。台中市消防局嘛表示，除了中央协助以外，每年台中市嘛自行编列1亿4650万，要来换各种消防车辆16台，来积极提升消防救灾的能量，要来保护台中的公共安全。